對上9年嘅洋紫荊短途錦標咧，係由9位唔同嘅騎師贏嘅，但係蔡約翰咧其實係贏咗其中4年嘅，係4位唔同嘅騎師幫佢贏，係邊4位咧？或者邊4隻馬咧？洋紫荊短途錦標係啦，大勝冇咁冇對上9年9年啊，莫雷拉莫雷拉有啦，咁啊2017年嘅華欣庭，有一個咧就已經唔再翻嚟香港噶啦，應該都博奇能並不是博奇拿，近期嘅唔會翻嚟啦，係阿波件事冇錯，好眼光2023年，仲有2位，最近嗰位未數，咁啊仲有莫雷拉之後嗰年未數，即是嗰隻的愛咩？的愛心。潘頓冇錯，2025年，仲有一位呢隻咧，有一句說話係你講啊，一個88集就得曉飛咩？羅利亞咩啊？唔係，仲喺度騎嘅，不過近年啊少啲幫蔡約翰，仲喺香港跑緊，嘅，隻馬可以話埋俾你聽，好係首映啊！ 2018年，唉，年紀大咗，真係冇乜記性添。唔緊要，如果記得邊隻留言話俾我聽。